正月初六開始吉日。於昂坪360舉行整支賀新春儀式，謹以賀詞都有新春往事，迎兔玉兔，福兔賀歲紅桃子，兔年好運生意旺，兔年財富滾滾來，祝生意興隆，一本萬利，周年盛景，鴻運興嘅，客似雲來，有餘有氣，謹祝天運。辛酉年正月初六日，同人到賀。好。俾錢咪一條。嗰個未搭船啊，未行晒呢度啊，而家先搭翻啦，有啲搭翻啦。好啦，在場各位嘉賓都已經先後上聽，祈求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。接住有請李恩泰先生及各商戶嘉賓一齊同我哋主持切燒豬儀式。喺開始之前先請各位嘉賓一齊影張大合照先。可以望望呢邊一齊。影翻一睇先，係啦。好，金豬一推，好運齊來。而家再請李恩泰先生同各商戶嘉賓，仲有財神同埋我哋嘅領袖出嚟影翻張大合照先。你借翻你牙前啲都唔得。啊？你牙前啲都唔得。係你翻嚟中間啦。你翻嚟中間啦，財神都企中間啦。好。使乜企翻？